一切戒律的依据。原来讲究，可能能把三界办的一吧，明白。那皈依呢，就是有了皈依，那等于属于是佛教徒；没有皈依的话，就不属于佛教徒。那现在马上就去了早讲究噻。之所以呢，我们的皈依就是佛法的根本。讲究原来功德偏大是。有了皈依，所有的功德越来越会增长。你的起码他们就带你带动，他把两个人这个国防图要早点讲究噻。然后从至今到来世越来越安乐，以及从凡夫到成佛为止的一个依据。工作个哪家了嘛？给不起我噻。在受了，你讲那种讲究东北学，对不起嘛？现在他给我上不成。之所以呢，你们有心，有这个心想要受皈依戒，那也算是一个莫大的福分。在这因为在他加上个对个的心理这个对的讲究东北的钱。那知我们今天趁殊胜吉祥的日子，然后我们传授皈依戒。现在讲到这个的呢，讲究东北地区呢，讲究工作是个老家的忙给不钱的，叫你们是要不那个上不钱的呢，上了要不去当。好，这个我受皈依戒了之后，家人说拿天没钱，要早走之前。双手合掌，然后这个右膝盖着地，跪坐起来。刚我点我面，你那讲那个。若脚不舒服的话是没有关系的，都是拿他们家点这个。如果说脚不舒服，可以了。那真的，好的。我要等那生前他们这个等到三节要搞完，土给上百上了几档。发一。度正佛国，以这样的东西，这个一戒。这他们也不清楚，这可能。生前他们这个等到三节要搞完，土给上百7几月呢？那外头在讲究东北节吧，在三节要搞完土也有都不的。做有为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想成佛的志心的话，那我们所说的皈依戒都能成为成佛之因。这个的呢，前面的生命呢，确的三节要搞完土也有人做嘛的。倘若没有利他之心的话，所修的法都不会成为成佛之因。讲究是什么结果？之所以呢，我们所修持的佛法都需要被菩提心摄受。他听到这个什么当年，见到介绍啊。好，我们以这样的念头来随诵上师。见到这个团大的个的是那老边公司所有事情的，就是那么的呀修。这里边讲究工作是个的呢，后来他讲究东北的那路解释，我上节有考帮那个的呢，土也给主个意思，团大。好，之所以呢，这个我们跟诵的此句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请上师护念我受三宝的皈依戒，然后呢，这个请赐给我这个三宝的皈依戒，让你接受错一把，然后我就送个饮食。我乃至终身为止会遵守，受皈依戒的戒律。当然说呢，你前面个逻辑从现在开始发起利他之心。我到这里都会讲的，这里来说三宝是吧？以这样的念头来，然后跟诵3遍。老边公说
罗本公司所大明的谢节外，大明的谢节外，对的内送的，对的内送的，这些错也不多，这些错也不多，刚你那么的巧，刚你那么的巧，三节了就是巧，上街那就是巧，对家当茶瓦那么的巧，的家大家娃那么的巧，吃了就是巧，去了就是巧，错那么的巧，错那么的巧，印对了就是巧，跟对了就是巧。那这个人当不的说呢，人你把大家蛮心里边的，上了当的进入去是吧？好，已经随送。对了就是巧，跟对了就是巧。但人你不送，人送不的呢，印对了就是巧，我是吧？搞到的人都想过掉过的。你告诉他就觉得讲不懂嘛，那么他我去投诉我两百块，我在这边我能送给钱的约束。好，我们已经跟诵了第2遍。当我们跟诵第3遍最后给对了就是切我的时候，上师会打弹指，同时我们心里面要想说，已经得到了清净的皈依戒，要这么想。罗宾公司是罗宾公司说，大明的谢节外，大明的谢节外，对的呢送的，对的内容的，这些错也不多，这些错也不多，跟你那么的巧，刚你那些错，三节了就是巧，上街那就是巧，在家当茶瓦那么的巧，在家当我那些错，吃了就是巧，去了就是巧，错那么的巧，错那些错。跟对了就是巧，给人了就是巧。我们回答雷索，来说。雷索，那懂吗？那么大把拖把去，地接来的那讲究懂吧？拖把印章，那那就送过来了。那你讲究，让弄起去给你讲究，啊，好，已经获得了清净的皈依戒。那之所以呢，已经得到皈依戒之后，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遵守皈依。皈依上师，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好，干嘛的？好，可以先坐下。来讲究，对众生不造成任何的伤害，生前的那说没去吧？也不杀生众生的生命。哎呀，等你生前了，让个人啊，一顺便过年的这不去吧？以及对众生自己的身口意，从身口意3个方面不做任何的伤害，看突突的呢，啊，生前的看到别个上班去口呀。以及必须要有尽量对众生做一些利益帮助。我在听得到不？啊，对呢，前2年前头那3节就搞往头就是找土啊。若能做到这样的修持的话，所修持的法都能成为一个成佛之因。哎呀，我在听得一般人讲，听你说呢的，你的那个项目的，那你前面给说的当然里边是这等于300千的，必须交过去。所以呢，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从今天开始，自己的思想都尽量加强利他之心。而且呢，你的人真的送到工作派了，给我工作派了。若这样做的话，每一天都会，福报与功德会增长。呀，他提起来的呢，顺修修修贝拉玛他。家作结，心路那美玉足，恰草全真家作我万归。
天我帮忙，我做二次，因为没有穿帐子嘛。大多协助下位生根，都得出去这边扎西说。一切人心，真美真美，王国家美呀，干净的做节奏个吧，罗个别子为节日心真美真美，王国家做节奏个巴罗桑扎贝夏罗索瓦的妹妹在为你姐姐来接着你姐妹。我不着悲呀。
三者被伽罗娑的妹妹则为列千劫人子之妹姐妹王不要别呀康健的左肩左个巴罗萨达贝沙拉萨瓦尼妹妹在为列千劫人子之妹姐妹王不要别呀康健的左肩左个巴罗萨达贝沙拉萨贝呀康健的左肩左个巴罗萨达贝沙拉萨瓦尼妹妹在感谢，谢谢。大明。